大家好，三年圖評論啦，6月30號2006年嘅早上啦睇住波，同大家更新咧兩則馬圈嘅資訊，有關咧舉報生風啦，同埋容天鵬嘅。呢單嘢就講下容天鵬啦，就話說咧，首先就要講翻剛剛星期天嘅晚上，就聖萬金嘅馬主幾位馬主啦，咁佢哋係搞慶功宴嘅，邀請咗好多馬圈中人出席啦。好似入面又搞頒獎禮啊，又盛啊咁樣嘅嚇，咁呢啲冇所謂啦嚇，即係噱頭嘢啊，或者即係一啲叫做即係節目咁樣啦，裡面嚇。嗱就而容天鵬亦都有接受邀請而去嘅。就喺呢個馬經裏面嗰啲相片咧，就見到容天鵬今次出現咧，就個面色啊好咗，亦都係叫做咧精神係飽滿咗㗎。因為大家記得啦，之前佢臨退休之前咧就係病好出翻嚟，但係就顯然咧個人係比較瘦啲啊，同埋比較黑啲嘅面色。今次出翻嚟咧就完全係唔同晒，直情你係覺得咧同佢未有病之前嗰個樣子咧係差不多。就咁從表面咁樣睇落咧，佢嘅病咧似乎都康復得幾好嚇。就希望佢可以繼續咧健康啦，係咪？而佢咧亦都同記者提，應該係佢自己同記者講噶啦。就係話咧，佢而家係有新嘅工作。馬會咧就邀請佢做呢個聘請佢做從化顧問嘅。嚟緊咧夏季就會多啲北上從化，就觀察住從化嘅馬匹咁話嘅。嗱，去到呢一度咧，我就節外生枝啦，講翻一啲之前少少嘅古仔，或者一啲大家都可能記得但係忘記咗嘅事。就係其實喺容天鵬榮休嘅時候，就有兩種講法傳咗出嚟。第一樣嘢就係好似而家容天鵬呢個新嘅 offer 一樣，就話馬會有俾 offer 容天鵬噶啦，已經預備咗，即係你退咗休之後咧，都仲有嘢可以做，仲可以繼續貢獻馬圈嘅咁樣。此其一。第二就有種講法就出嚟咧，就話佢會做呢個可唔可以做呢個鄭俊偉馬房嘅顧問咧？咁樣咁事實上咧，亦都咧係容天鵬馬房散倉之後咧，有一批為數不少嘅馬匹咧就去咗鄭俊偉嗰度嘅咁樣。後來大家就知道係結果係冇呢件事啦，係嘛？唔知之後鄭俊偉試過開鑼之後就搞啲拜神啊、慶功啊之類咁樣咧，就有同容天鵬合照或者同記者講嘢嘅，就話同呢個容天鵬其實因為一直以嚟咧都係好好朋友啊，咁大家嘅溝通係相當之好啊之類咁樣。再隔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出現咗容天鵬有呢一個 offer 啦。而事實上咧，呢一個位咧就唔係話，我覺得唔係話馬會特登即係愛嚟所謂嘅安置佢啊，特登開個位俾佢啊咁樣，唔係嘅。呢個位唔係一個無謂嘅位置嚟嘅。因為從化馬場咧，大家知道咧，即係離香港好遠啦。咁香港嘅練馬師未必可以經常去到從化嘅，即係未必可以親自去到打點馬房嘅工作啦。咁有一位有練馬師級數嘅人可以坐鎮從化咧，咁譬如話從化嘅馬房或者個別嘅馬匹有啲咩特別事出現，咁以容天鵬佢嘅練馬經驗咧，係的確可以幫到手喺即係最即時可以做出一啲譬如話一啲反應啦。憑佢嘅經驗知道發生啲咩事而去幫助啲馬匹。咁當然啦，即係最後好多嘢可能就係即係都係練馬師決定。咁但係有個容天鵬喺度咧，就變咗一啲譬如話，可能從化有啲馬房嘅員工，佢哋未必咁有經驗嘅，相對喺香港嚟講。咁有一個咁嘅人喺度咧，係會好好多嘅嚇。亦都係話，即係馬會係預防於未然啦，係嘛？即係驚從化馬場有啲咩事發生。咁缺乏一啲有賽馬經驗、練馬經驗嘅人喺度喎，咁樣會唔會比較差啲咧？咁有咗容天鵬喺度咧，就可以解決呢件事啦。咁而事實上咧，即係雖然容天鵬已經榮休咗呢段時間休息啦，咁但係佢哋一家人咧都即係未離開過個馬圈。即係譬如話佢太太同埋佢個女咧都係有即係以我所知都有經常入下馬場嘅，即係佢哋都仲有做下啲賣馬啲生意咁樣嘅。容天鵬亦都叫做即係休息咗一段短嘅時間，又話復出啦，繼續為呢個馬會服務啦。即係祝呢個容天鵬咧就繼續喺呢個新嘅崗位嘅工作順利啦嚇，亦都最緊要係身體健康啦。
嗱咁啊呢單嘢咧就跟住講下呢個舉步生風嘅一啲最新嘅消息啦。當然有關佢嗰個遠征啦。咁大家知道咧，就佢9月就會跑2場嘅日本賽事噶啦。咁啊先係月頭就跑場喺阪神嘅人馬錦標先啦，咁啊熱身啦。咁跟住就9月尾嗰場日本嘅短途馬錦標，咁啊如無意外就會跑晒2場。咁啊，但係咧就嗱，而家日本方面咧 JRA 咧就未出個邀請函俾呢個舉步生風嘅，即係未確定能唔能夠成行嘅。咁但係就據呢個網媒 Idle Horse 嘅報導啦，就話呢個日本賽馬會嘅首席評磅員啊，就橋本真一就去咗沙田馬場個星期六睇跑馬喎，就同香港賽馬會係確認咗嘅，就話舉步生風咧係預計咧將會獲准出戰咁話。咁同埋咧，亦都係講埋啦，即係呢3個禮拜咧，佢可以譬如跑完人馬錦標之後咧，佢係可以留喺日本嘅，咁啊就直接就跑埋呢個短途馬錦標先翻香港，即係就唔使話跑完一場先翻嚟香港，跟住再去。如果跑完一場人馬錦標，要你翻香港之後，先至再去日本跑短途馬錦標，即係唔俾你跑2場啦。其實調翻轉咁講係嘛，即係就話 JLA 已經咧，即係口頭上就話已經 confirm 咗應承咗，同埋咧就為舉步生風跑足2場咧，就開咗方便之門噶啦。咁雖然咧而家就未有官方嘅文件落實啦，咁但係如果咁樣講得咧，就即係得噶啦，應該都我哋都相信呢件事係可以成行噶啦。咁啊，之前亦都提過啦，嗱9月6號跑人馬錦標，9月6號亦都跑呢個韓國杯嗰日，咁啊亦都咧2日咧2場賽事都係撞正咗香港賽馬嘅開鑼嘅 ，OK。咁啊舉步生風咧就要揾本地長駐嘅騎師，即係譬如話揾翻最熟悉嘅騎師潘頓去跑人馬錦標，基本上都冇乜可能噶啦 ，OK 嚇。咁啊就嗱，而周俊樂就有舉手啦，係嘛？大家之前就知道啦，即係佢係希望可以跑呢隻舉步生風啦。咁但係而家馬主方面咧就初步即係以佢哋嘅講法啦，就話屬意揾麥道朗嘅。咁啊，除咗可以跑人馬錦標，因為嗰場香港騎師未能夠抽身去之外咧，咁啊諗住咧就佢 book 晒2場啦，就跑人馬錦標，不論勝負咧都會揾埋麥道朗跑埋9月27號嘅短途馬錦標咁話嘅。嗱，如果真係揾到麥道朗去騎咧，咁啊嗱衰啲講句啊，即係變成咧就係周俊樂咧有啲叫做即係兩頭唔到岸啦，雙失嘅味道啦。嗱，點樣咁講咧？嗱，因為之前咧都呢個可以順便講翻啊，就之前就講過自強不息就會去跑韓國杯啊，咁樣即係繼續跑翻短途嗰場啦。OK，咁啊嗱就再講詳細啲咧，就本來咧就話馬主都係揾翻呢個周俊樂先嘅，咁但係周俊樂就一直都冇覆，咁我諗周俊樂嘅意思就佢等緊舉步生風啦，係嘛，所以就冇覆到。呢個自強不息啦，咁所以咧就自強不息嗰方面咧就索性唔等啦咁樣，咁啊於是咧就揾咗毛顯東，咁點解會揾毛顯東咧？就因為有一招試閘，就呢個叫做隨想曲啊，就毛顯東就幫即係都係自強不息個馬主㗎啦，嗰啲隨想曲就試閘，咁試完之後就傾幾句嗰啲咁樣啦咁樣，咁啊就可能講下笑嘅啫嚇。咁啊講開，咁啊就話喂，如果呢個自強不息去遠征揾你去，你去唔去啊？咁樣，咁啊毛顯東心諗咩？不論真定假啦，吹水定係講真啦，咁佢梗係都攞反應先啦。哦好，咁有得去我梗係去啦，係嘛？呢個毛顯東嘅正常反應。咁於是搞下咧，就周俊樂又未有回覆喎。咁啊又同毛顯東傾過，毛顯東話 OK 喎。咁於是就毛顯東啦嚇，即係就係咁簡單嘅啫嚇，一個咁樣嘅巧合係嘛，傾開，咁於是咧就即係揾咗毛顯東就係咁樣嘅原因嘅。咁至於周俊樂即係冇得跑呢個自強不息啦，係咪代表真係會傷失？即係自強不息又變咗麥道朗，而呢個叫做唔係自強不息毛顯東啊，舉步生風嘅麥道朗咁樣咧？如果以葉楚航嘅講法就未必嘅。因為就幕後就話想揾麥道朗啫，咁啊，但係就葉楚航就話即係佢又覺得揾到麥道朗嘅機會唔係咁大咯，咁樣，咁啊，如果交俾周俊樂去跑嘅話咧，咁啊2場都會俾周俊樂，即係話咧暫時葉楚航嗰個意願或者佢嘅睇法咧，都係覺得周俊樂騎舉步生風嘅機會會比較大。
咁啊，當然啦，而家就所有嘢都未確定啦，即係可能幕後都喺度又係等緊睇下麥杜朗會唔會回覆啊，或者即係應承啊咁樣，咁所以先未宣布周俊樂啦嚇，有啲咁樣嘅可能啦。咁啊，如果事態有最新嘅發展咧，都會同大家繼續咧去更新，去到分析報導嘅。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